一起來學習粵曲簡譜讀譜。好明顯啦，個讚字喺喉嚨嗰度係咪？萬眾歌讚，哇辛苦啊！想可以攞氣唱萬眾歌讚，咁樣唱下聲位置唔過關嚇，揾下小秘書報名發聲訓練營嚇，可以就會快速可以改咗呢個問題噶啦。如果我哋直播間有同學仔都有呢啲問題嘅，亦都可以揾下小秘書搶我哋嘅發聲訓練營啊！嗱，但我提醒一下大家。而家報名咧，發聲同埋正字音係冇優惠嘅嚇，冇優惠係原價嘅。咁如果你想要優惠嘅話，又想跟上我哋嘅腳步嘅話咧，我個人建議咧就先報簡譜先。即係如果你哋有需要嗰啲，當然如果你唱嘢都唔撞板嘅係咪？唔會撞板嘅，唔會走音嘅係咪？唱嘢好有粵曲味嘅啊 ，OK， 啲花音滑音全部唱到嘅啊，啲木魚滾花全部唱到嘅，咁你就唔好報名啦係咪？即係如果你木魚啊滾花啲音準啊係咪先？仲有粵曲味嗰啲啊廖腔嗰啲唔識嘅，你就可以揸緊時間揾阿小秘書馬上搶我哋嘅簡譜訓練營啊！嗰陣時唔好咁唱，嗰陣時用氣啊！龍眼係咁樣。千秋萬世，千秋萬世辛苦啊！萬世萬世唔同嘅，萬世誰返係咪唔同啊？嗱慢咗啦，風唔好等下，風居行打住拍下，唔好走板下，風居行咁樣唱下。嗱呢度又唱錯啦嚇，你按死譜唱下。嚟跟我讀讀譜啦。Si re mi so mi re， 預備起。Si re mi so mi re， 繼續聽呢位同學仔嘅情況。好，記住啦喎。Si re mi so mi re， 留起佢得唔得？唔得嘅，嗱你未識讀譜嘅，快啲揾下小秘書簡譜訓練營嚇，搶咗佢啊。Si re mi so mi re。嗱，呢個簡譜訓練營咧，話俾大家知係非常之抵嘅，因為要學個半月以上，我哋仲會另外送多5節大連課俾大家，話俾大家知。你而家報名，我哋仲會送免費一次嘅復讀機會，係咪？係咪非常之抵啊？你哋關注轉發記得點。